因為你主席係咪提名咗女世界導演啦？成日咧都自己咧會咬住一句嘢咬住好咁咧就有人打過嚟，我係提名咗一個，因為咬住嚟瞓覺。12個。係啊，本來好以為好開心啊，係啦，我係以為有份啫啦，點解？係咯。咁啊吸電話啦，咁啊冇諗啦，咁有個記者嚟，你攞唔到提名，你點睇啊？所以呢個咧，嗰個次次俾佢發現咗，佢就自己分析下，係咪因為整體啊？我呢個票房好。第一，畫皮嘅公映版咧，其實係剪輯過，但係冇人睇過，係我唔知嘅一個剪輯版。咁而我只有一個長版嘅，後來出咗 Director's Cut 嘅 DVD。咁後來我睇到個剪輯版，我發覺哇，點解變成咁嘅？即所以有兩個冇提名嘅，一個係導演，一個係剪接。哦。即係如果要佢攞剪接攞獎嘅就天冇眼啦，即係我哋啲評審真係盲。哇！咁呢個弊家咧，一個作品自己親生仔，連自己個老豆都唔知就，好多時都係。如果覺得傷心都會咁樣。或者剪啲頭髮知唔知？咁但係我又另一樣就話，仲有一樣嘢就係話，當我望見嗰5個提名名單嗰幾個導演嘅時候，我完全揾到理由點解佢哋提名我。係咁咯，佢哋有理由喎。喂，陳木勝盡管個戲冇好多嘅，但係你就咁睇保持通話，處理嗰個節奏好緊要。